咱看伊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郭如君，人讲伊是科技立委啊。伊伫社群媒体 Threads 顶头，这民众啊，恁若是留言伊的回答的，伊是用人工智慧自动回答的哦。伊这人工智慧回答了安怎民众敢有满意咧？咱来看卖啊。每一段话都是我亲自说的，绝对不是 AI 生成的诈骗影片。请教院长。我觉得右边的好像比较像真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很抱歉，两个都是假的。倒一位是真人，倒一位是用 AI 做的，看不出来。国民党立委郭如君对科技领域真高，过去就捌用 AI 这阵，如今互人发现伊伫咧社群甲人引，嘛是靠 AI 协助。敢有啥物想要问保朴事的，欢迎留言，会尽量用科技讲人话来解答。结果佫真正上真侪网友留言，有人问这是用倒一个 AI 的模型，遂得到回应。佫讲是经过保朴事团队审核，协助管理社群留言活动。敏感的政治问题，佮中国对台湾来讲，敢是境外敌对势力。AI 讲中国当然算是这个范围。佫有网友抛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相片，问伊是倒一位。AI 讲无确定，不过表情不加趣味。我想，任何政治人物采用 AI 的科技固然无可厚非，但是在面对跟选民的面对面沟通，会不会也创造一个风险？民选的公职到底是真人还是 AI 控制的人？新的工具采用新的模式，在一个传统产业里面去做探索，我们不应该带以这种有色的眼光。严厉苛责一个正在尝试的人，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被大家当作怪物。那学者认为 AI 内容伫咧商业品牌或者是服务专线，未奇怪。不过政治人物的回答就是公共性路 ，AI 无定着会当反映政治人物的真实立场，嘛无法度承担任何责任。到底爱用真人或者是 AI 个人信，是无一定。不过当看出科技进步已经甜伫咧咱的生活当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